明仔载开始就是国庆3天的连假，讲暗时就会出现第一波的车潮。倒一个路段上会来塞车呢？国道1号是路南杨梅到新竹，国道3号是路南土城到关西，那国道5号呢是南港系统到头城。这个行车的时间会比平常时加出着3倍，尤其是国道5号要过宜兰迄边的车，愈暗会愈多，可能会一路塞到半暝。明仔载连假的头一天，将会是高速公路的交通量上大的一天。时速差不多50公里，国道1号往桃园方向，国庆连假前的头一天早起车流要算是顺，要过过道了后就开始有真侪车，尤其是国道5号有可能塞到半暝。预估今天的拥塞会一直持续到凌晨的半夜的11点左右，下午的下班车潮再加上一些提早去旅游的车潮，这样子2个车潮这样子的交汇，我们预估会有比较拥塞一点，会大概到晚上的7、8点左右才会逐渐的疏解。高公局讲，较塞车路段包括国道1号路南杨梅到新竹、国3土城到关西，国道5号南港系统到头城，差不多要3倍时间。前2天的时候，请多利用下午的时段来出发。如果你是后2天要北返的用路人呢，也请利用上午的时段来出发。台6、1来替代国1、国3，或是利用台2、台9来替代国5。就讲车拢塞伫高速公路顶，高公局实施疏导的措施。就要针对国道5号路南南港系统实施高承载，礼拜8针对就北所有路东宜兰头城进行管制。高公局提醒乡亲，出外无论是返去家乡还是佚佗，除了随时要注意路况，嘛要做好塞车的心理准备。